别讲准備都要大家好，本樣數看高高講客位，我係民主，基本因民主而來用了解客家最有名的節奏來做料理。我們今天要做這個激醬排骨呢，所以先讓大家看一下這個食材排骨，客家話叫做排骨。待會啊，我們就完全不要再加油，用排骨自己的自體油脂煸出那個油。但是呢，教大家一個形容詞哦，如果呢是講油滋滋的，客家話的講法就是油滋滋，油滋滋。你看現在煎一煎，它的油跑出來之外，肉也變成這樣，有沒有金黃色、金黃色的？待會啊，我就可以把它先弄起來，我就要來做 sauce 的部分了。我的砂糖。然後放水，隨後馬上就會放醬油下去，讓它收汁一下。我要把我另外一個重點，就是這個激醬激醬放到裡面去嘍。另外，再讓大家挑戰講一整句的客家話，就是叫做排骨沾激醬叫不會膩。客家話講法就是排骨混激醬含麥內蓋，排骨混激醬含麥內蓋。待會試試看就知道到底是不是能夠解排骨的油膩嘍。今天呢，我們特別邀請到我們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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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lfway 的粉絲來到現場，幫明珠試吃看看好不好吃哦。好吃啊，後世都會取名誒。好厲害哦！你是特別練的嗎？他剛教我的。他講嘅主持人做嘅東西真經典懂後世啦。那今天呢，我們要教朋友講這句客家話，就是排骨沾激醬叫不會膩。海陸的講法就是排骨混激醬。含麥內蓋。做料理的過程真的很療癒，可以讓我們呢放鬆心情，來沉浸在做料理的過程當中。當然嘍，今天認識了新的詞，一起來複習一遍吧。來看到第一個詞就是排骨，排骨，排骨。第二個呢是一個形容詞哦，來看到這形容詞就是油滋滋的，油滋滋。油滋滋。第三個，我們來學到一整句話哦。來看到這句話就是排骨沾激醬叫不會膩，排骨混激醬含麥內蓋，排骨混激醬含麥內蓋。激醬真的很實用哎，不管是拿來當蘸料，或者是它也可以拿來當火鍋湯底哦。下次再示範給你們看。再見了，拜拜。